有人試見到康達嘅徽章嘅底色係紅色，呢一個就係 Type R 嘅標記。今集就去講講 Type R 係一樣咩嚟，同埋佢嘅誕生嘅故事。咁我相信中意康達嘅人都會中意 Type R， 都會想認識更多 Type R 呢樣嘢。咁 Type R 係同 NSX 呢一部跑車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康達嘅 Type R 唔單止一個高性能型號嘅稱呼咁簡單，佢亦都係康達呢一間公司賽車精神嘅結晶。亦都係對工學哲學絕不妥協嘅象徵。要追溯佢嘅起源，就會發現佢並唔係源自市場策略，而係喺康達技術研究所嘅內部，一班工程師圍繞住跑車本質而展開嘅激烈思想鬥爭。提到 Type R 嘅特徵，就要講講佢極具代表性嘅顏色配搭。象牙白色嘅車身，亦即係 Champion White， 配上鮮紅色嘅康達廠徽，呢啲並唔係單純嘅設計選擇。佢嘅根源直接嚟自康達喺1965年 F1 賽事上面首次奪得冠軍嘅戰車 RA272。呢一個顏色配搭清晰咁樣話俾你知 Type R 繼承咗喺賽車界稱霸頂點嘅血統，亦都係向駕駛者作出一個堅定不移嘅承諾。你揸住呢一部機器就係擁有 F1 嘅基因，而 Type R 呢個稱呼好明顯咁樣表示咗 Type R 係一部以落場比賽為基礎而開發嘅特別型號。就算係啱啱出廠嘅狀態，只要你揸佢入去賽車場，就可以發揮出佢極大嘅潛能。頭先啱啱提到康達喺 F1 嘅賽事勝出咗，當時嘅車嘅車身係白色，而另外 Type R 車康達嘅廠徽嘅底色係紅色。呢一度亦都有段故事嘅。要追溯 Type R 嘅哲學真正嘅源頭，就要講翻去80年代尾開發第一代 NSX 嗰陣，喺康達研究所內部發生咗一場思想嘅鬥爭。當時開發團隊對於 NSX 應該行咩方向，主要分成咗兩大派。第一派就叫做銀色派，佢哋主張要用最新嘅電子操控技術同埋豪華嘅設備，去製造一部精緻又舒適嘅長途駕駛跑車 Grand Touring Sports Car。佢哋嘅理想係一部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邊輕鬆駕駛嘅舒適 F1。而另一邊咧就係紅色派，佢哋主張要鏟走晒所有同舒適有關嘅非必要性嘅嘢，徹底追求速度同埋車手同車之間嘅一體感，要做一部極之純正嘅機器。所以有人話 Type R 嘅 R 字其實係包括咗呢一班紅色派 Red 嘅熱情。結果1990年發表嘅標準版 NSX 可以話係呢兩派思想嘅極高層面上嘅融合。但係紅色派工程師對於純正跑車嗰股永不熄滅嘅熱情，並冇喺呢度消失。呢一股熱情靜靜地咁樣潛伏住，但又實實在在地咁樣成為日後 Type R 誕生嘅伏線。所以話 Type R 同埋 NSX 係有好大嘅關係。咁同埋開發 NSX 嗰陣時，同開發初代 Civic 嗰陣時嘅情況又好相似啊！睇翻我之前推出嘅 Civic 特輯都有講到，去開發一部新嘅 Civic 嗰陣時，車廠裏邊都分為咗兩派，一派就係年青派，另一派就係老手派。佢哋最後都係融合咗各自嘅意見，去製造咗一架轟動當時嘅一部名車。翻返嚟 Type R 同埋 NSX 嘅故事。正正係呢一場內部嘅理念鬥爭，孕育出一個唔單止係高性能，而係有哲學嘅品牌 Type R。佢嘅誕生唔係嚟自市場部嘅計劃書，而係源自一班工程師絕不退讓嘅信念，一個必然嘅結果。講落去就要提一個好重要嘅人物上元範，將紅色派嘅思想轉化為現實嘅，正正就係 NSX 嘅總開發負責人，後來被稱為 Type R 之父嘅上元範。上元提倡咗激辣哲學，成為咗 Type R 嘅指導方針。根據佢曾經講過，一個跑車系列唔可以淨係得甜味同埋中辣，一定要有埋激辣先至得。哇！呢度好似講得好抽象咁樣。呢句話嘅意思就係並唔係單純叫人去做一部更快嘅車，而係一個指令，要求團隊要敢於捨棄舒適性同埋多功能性呢啲元素，去做一個純正冇經過稀釋、極之純粹嘅駕駛經驗。呢個係對妥協嘅一個明確拒絕，亦都表明咗佢一種信念。要真正確立一個品牌嘅高性能形象，就必須有一個凌駕於所有嘢之上，追求最原始、最冇過濾過嘅駕駛樂趣嘅頂點之作。呢一個哲學就係將紅色派嘅理想完全釋放出嚟嘅原動力。NSX 嘅開發計劃係喺1985年正式啟動，當時康達已經創立咗44年。由輕自動車到高級房車，成為一間產品線齊全嘅綜合汽車製造商。但係佢嘅產品線入邊就缺少咗最重要嘅跑車。
喺 F1 賽場上連戰連勝嘅80年代尾，全世界嘅車迷都對 Honda 嘅新跑車抱有好大嘅期望。為咗回應呢一份期待，當時只有38歲嘅上原範就被任命為開發項目嘅總負責人。上原召集咗大概20個年輕工程師一齊去討論開發嘅方針，而團隊就好似之前所講咁樣，分裂成為銀色派同埋紅色派。經過激烈嘅討論，上原作出咗一個結論，就係要將兩派嘅理念結合，訂立一個極具野心嘅目標，要創造出世界第一運動性能嘅跑車，而核心嘅技術就係對輕量化嘅追求。經過長達6年嘅開發時間 ，NSX 喺1990年9月正式完成。佢嘅全鋁合金單體式車身比傳統鋼製車身成功減輕咗大概200kg，並且搭載咗當時 Honda 量產車之中性能最強嘅 NA 3.0公升 V6 DOHC VTEC 引擎。NSX 嘅劃時代之處在於佢雖然係一部超級跑車，但係並唔會揀司機，廠方甚至提供自動波版本，目標係要令到任何人都可以體驗到世界第一嘅動力性能。不過，即使有全鋁合金嘅車身同埋 VTEC 引擎嘅呢啲創新技術，標準版 NSX 仍然受到部分歐洲記者同埋資深車主嘅批評，話佢作為跑車嚟講就實在太甜，為咗舒適設備而浪費咗輕量化嘅潛力。喺06賽車場舉辦嘅車主會上面，更有車主直接同廠方提出懇切嘅要求，就係話我想要一部可以喺賽車場放心劈盡嘅車。嚟自呢啲外界嘅壓力，對於上原帶領嘅紅色派嚟講，簡直就係一個好好嘅藉口，俾佢哋將自己嘅純正主義理想完全釋放出嚟。整個項目由一個好簡單，亦都好根本嘅問題開始。如果將 NSX 所有非必要嘅嘢都拆走，究竟會發生咩事？就係咁，史上第一部 Type R NSX-R 嘅開發正式啟動。呢一個開發過程並唔係單純將普通嘅 NSX 高性能化，而係確立減法美學、對精密度嘅追求、對動態性能嘅執着呢三大理念嘅過程。而呢啲理念之後亦都成為咗 Type R 品牌嘅根基。NSX-R 開發嘅核心就係徹底咁樣輕量化，目的唔單止要減輕車身重量，更重要嘅就係透過降低同埋集中重心，而去減低搖擺慣性力舉。最終佢比標準版成功減輕足足120kg。呢一個輕量化過程好似外科手術咁樣，有系統而且無情咁樣將所有肥肉切走。具體嘅措施就有呢啲：廢除咗舒適嘅設備，例如音響系統、冷氣。初期版本需要另外加錢去安裝冷氣嘅，隔音同埋吸震物料等等，所有同駕駛冇關嘅設備毫不留情咁樣都被通通咁樣拆走。控制同埋內裝零件嘅輕量化，例如標準版嘅電動真皮座椅換成同力卡奴共同開發嘅 Carbon Capula 製超輕量賽車筒椅，沉重嘅原廠軚盤亦都換成咗摩摩出品嘅輕量化款式，而波棍頭亦都換咗鈦合金做嘅。呢啲配搭後來就成為咗講起 Type R 就係力卡奴凳同埋摩摩軚盤嘅呢啲象徵，但其實佢哋並唔係為咗裝飾，而全部都係輕量化策略嘅其中一環。仲有車身同埋底盤零件嘅輕量化，標準嘅鑄造鋁合金輪圈換成咗 NK 生產更加輕嘅鍛造鋁合金輪圈，本嚟係鋼製嘅頭泵把橫梁同埋門邊防撞桿亦都換成咗鋁合金，車尾翼亦都透過改良製造方法而成功減輕重量。而引擎維修蓋就改為鋁網。另外，車身好多地方嘅隔音防震貼、地氈以至車尾箱內籠嘅飾板，都盡可能拆除或者簡化，1個 gram 1個 gram 咁樣累積去減磅。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 NSX-R 搭載嘅 C30A 型3.0公升 V6 引擎，最高馬力同埋標準版本一樣，維持喺280匹，完全冇提升過。有人話係因為當時初代 VTEC 引擎啱啱推出，冇額外精力去再提升馬力，但開發團隊選擇咗另一個更精緻、更本質嘅方法。佢哋引入咗製造賽車引擎嘅手法，以前所未有嘅水平，為量產引擎嘅轉動零件重新做重量平衡，好似曲軸、活塞、連桿等等呢啲零件，全部都將重量公差收窄去到極限，然後再精密咁樣組裝起嚟。結果得到嘅就係並唔係馬力上面嘅提升，而係同標準引擎唔同次元，好似剃刀一樣咁鋒利嘅引擎反應。呢一個決定確立咗 Type R 嘅核心原則，
比起規格表上面嘅數字，駕駛者感覺到嘅反應同埋揸車嗰陣時嘅 feel 先至係最重要嘅。追求感官刺激而唔係追求數據，呢一種可以稱之為反數據表嘅哲學，由 NSXR 明確定義，並且承傳去到之後每一代嘅 Type R。呢度同當初製造 Civic 嗰陣時都有啲相似，唔係去追求 data 上嗰啲數字，而係追求真正身體究竟點樣去感受駕駛嘅樂趣。底盤開發嘅主戰場就去到德國嘅紐柏寧北賽道，開發目標就設定為同時實現賽車嘅速度同壓倒性嘅駕駛樂趣。為咗達到呢啲目標，成套懸掛系統都以落場為前提而重新去設計過。避震同埋彈弓嘅硬度大幅度提高，懸掛杯舌亦都換成咗高硬度嘅物料，目的就係要消除所有嘅擺動，將路面嘅資訊直接傳遞俾車手。車輪定位亦都為咗配合賽道上嘅激烈嘅駕駛而重新調校過，同時亦都加入咗鋁合金管強化之類嘅措施，進一步提升車身嘅剛性。喺呢個嚴苛嘅開發過程入邊，傳奇 F1 車手中道悟亦都有以試車手嘅身份參與，並且深入參與底盤嘅最終調校。中道悟提供咗極之寶貴嘅意見，令 NSXR 嘅操控並唔係一味死硬，而係喺極限狀態之下依然容易控制，並且可以提供豐富嘅路面資訊。全靠佢 NSXR 先至唔係一部單純嘅輕量版 NSX， 而係升華去到一部真正打磨到最鋒利嘅賽道武器。上元凡回憶當時咁樣就話，無論係 NSX 定係 Type R， 最終都係喺紐柏寧練成嘅。我哋量度嘅數據只有圈速，所有動力性能嘅評價都係靠車手嘅感覺而去判斷，因為齋合理性咁樣做車係冇辦法可以去感動到駕駛者。可以話 NSXR 嘅開發過程本身就好似製造賽車一樣咁樣精密咁樣去組裝引擎，再同 F1 車手一齊喺賽道上不斷咁樣去測試，不斷咁樣去改良。呢一個就係最好嘅證據，證明 Type R 由一開始嘅構思並唔係將一部普通車改成運動版，而係一部可以喺公路行駛嘅賽車。去到1992年11月，NSX Type R 新披住冠軍白嘅車身，即係 Champion White 嘅車身，配上閃耀嘅紅色康打廠徽正式登場。作為康打史上第一部 Type R， 佢嗰種極致嘅造車工藝，絕對稱得上為 Type R 元年拉開咗一個完美嘅序幕。順帶一提，當年 NSX 嘅開發測試 ，F1 冠軍冼拿都有參與。據聞冼拿試完 Type R 之後，向上元講咗一句 Safety and Comfort 作為最高嘅讚美。呢一句咁精簡嘅話，已經完美咁樣概括咗上元想喺 NSXR 身上達到嘅極致性能。就連上元自己都話，如果要再追求更高性能，我哋除咗重新設計過引擎同埋車身之外，已經冇其他嘢可以做。呢一部傾注咗當時所有可能技術嘅初代 Type R， 真正成為咗康打當時嘅終極之作。當然 Type R 唔會停留喺 NSX， 到而家有唔同嘅車款都會有 Type R 嘅 version。NSXR 確立咗一套絕不妥協嘅純正跑車哲學，而康打嘅下一步就係將呢一套中置引擎嘅超級跑車上面孕育出嚟嘅思想，應用去到更多人可以接觸到嘅前輪驅動，即係 FF 嘅平台上面。呢一個戰略性嘅決定，令到 Type R 由一部淨係得有錢人先至買得起嘅專屬玩具，升華成為一個充滿熱情嘅駕駛者而存在嘅傳說，亦都建立咗一個龐大文化圈嘅契機。就係咁，繼 NSXR 之後，第二部 Type R 係1995年推出，就係 Integra Type R 啦。而家 Integra 嘅新款都會預計喺2026年推出。當時嘅 NSXR 係雙座位賣成970萬日元，對於大部分人嚟講係遙不可及。但係 Integra Type R 就完全唔同，佢係4座位3門嘅 Coupe，係 DC2 同埋5座位4門嘅 Hardtop DC8，呢兩種款可以選擇。實用性高好多，而且售價只係220萬日元左右，非常之親民，一下子就將康打嘅廠車級改裝帶到去大眾嘅面前。唔知道而家2025年用220萬日圓買唔買到一部狀態好嘅 DC2 或者係 DC8啦？翻返去 Integra Type R， 有趣嘅係，據聞喺開發初期，上元並冇打算改動引擎。佢回憶咁樣話 ，Integra 本身已經係一部好有運動感，引擎好肯去，懸掛平衡都好適合激烈駕駛嘅車，但係佢冇突出嘅特點，所以人氣就差咗少少。唔知大家有冇咁諗法呢？
以我嘅角度嚟講，Integra 係一部好好嘅車嚟嘅。咁於是佢就諗啦，不如試下用螺旋式 LSD 啦。佢認為咁樣可以抑制轉向不足，做到好似跑車咁嘅行駛性能。當時 SI-VTEC 型號已經有180匹馬力，所以佢哋認為呢一個輸出已經係好夠用。但係喺康達研究所入邊，負責用 Integra 去比賽嘅引擎工程師們就走嚟同阿上元講啦：我哋有一副200匹嘅引擎喎。上元就咁樣話啦，我一早就估到班引擎佬會走嚟話想搞副200匹引擎，所以我即刻就 OK 咗啦。話上元咧都幾醒目喎，唔自己出聲，等批引擎佬自投羅網，搞成咁嘅 Integra 根本就已經變咗一部 Type R 啦。雖然當時有人話 FF 唔可以成為跑車，但上元好肯定咁樣話，無論係 FF 定係中置引擎，咁呢度補充少少咧，NSX 就係中置引擎嘅跑車。只要捉到佢嘅特性，再將佢放大，就可以成為一部好好嘅跑車。就係咁 ，Integra Type R 搭載咗一副1.8公升 DOHC VTEC 引擎 B18C Spec R， 為咗提升高轉速區域嘅馬力同埋確保耐用性，引擎嘅細節都經過專門嘅調校。氣缸頂嘅 porting 由工匠逐個用人手去打磨，活塞經過高壓縮比處理，而氣門正時機構亦都採用咗減低摩擦嘅設計。咁透過呢啲好似賽車咁嘅引擎改良，一副得1.8公升嘅自然吸氣引擎，竟然可以喺8000轉嗰陣時揸取出200匹嘅馬力，做到每公升輸出111匹呢個當時世界頂級嘅輸出密度。呢一個並唔係靠大排氣量或者渦輪增壓，而係康達集合晒所有 NA 引擎技術精髓而得出嚟嘅答案。哇，講到真係好似好勁咁樣。咁車架方面，亦都為咗唔會失禮 Type R 個名而進行咗徹底嘅強化。車身加裝咗強化拉桿，懸掛亦都重新調校成為硬嘅設定，然後作為前驅高性能車靈魂嘅螺旋式 LSD， 亦都成為咗標準配備，令到200匹呢個大馬力可以喺 FF 佈局之下毫無保留咁樣傳到去到地面，抑制 FF 特有嘅轉向不足，將頓積性發揮去到最大。表面上咁樣睇 Integra Type R 嘅開發過程好似好順利咁樣就完成咗。但事實上呢一個過程正正就體現咗 Type R 呢個存在嘅本質。創造出 Type R 嘅概念同埋佢嘅名稱嘅上元範曾經咁樣講過佢嘅技術哲學。我本身係一個研發操縱穩定性嘅工程師，所以我嘅理想係做一部可以隨住駕駛者心意去行嘅車。我只不過係喺追求呢啲理想嘅過程入邊，唔覺意咁樣成為咗創造 Type R 嘅人。上元仲咁樣話。我認為只要呢個世界仲有人中意揸車，想去享受駕駛樂趣， Type R 就有佢存在嘅價值。咁冇錯， Type R 正正就係因為呢個世界有一班熱愛揸車嘅人先至會誕生出嚟。所以 Type R 嘅精髓並唔係技術革新或者追求性能，而係一切為咗駕駛者呢個堅定不移嘅信念。而 Integra Type R 就係將呢啲理念帶俾廣大車迷嘅一座紀念碑。好簡單咁樣總結。NSX 嘅 Type R 實在太貴，接近1000萬 yen， 好多人都出唔到手去買。但係去到 Integra Type R 只係賣220萬 yen， 好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嘅話，只要俾少少心機就可以買到一部。而上咗少少年紀嘅人，譬如30幾歲、40幾歲嘅人，可以一炮過就可以買到一部 Integra 翻屋企。咁對於宣揚 Type R 嚟講，Integra 嘅誕生係有好大嘅意義。咁提到 Type R， 當然唔可以唔提呢一部車啦。咁喺2年之後嘅1997年，作為 Type R 創新期3部曲嘅最終章，Civic Type R EK9 正式登場。佢絕唔吝嗇咁樣注入晒 Integra Type R 身上學到嘅所有嘢，由一副得1.6公升嘅 B16B 引擎，喺8200轉時揸取出185匹馬力，係一部極之驚人嘅高轉速機器。輕量嘅3門揭背車身喺重要位置都用上咗點焊強化，去提升剛性。懸掛亦都係以同駕駛者溝通為最優先嘅直接調校。當然同 Integra Type R 一樣，螺旋式 LSD 都係標準配備。憑住大概200萬日元呢一個當時嚟講極之破格嘅定價，以往只有少部分超級跑車先至可以擁有嘅運動性能同埋工程純粹性，終於連普通年輕人都可以觸手可及。呢一點真係好吸引。咁當然去到而家，一部狀態好嘅 EK9 究竟賣幾多錢呢？咁大家心裏都有數啦。咁將 Type R 擴展到 FF 平台，絕對唔係將呢個品牌稀釋，反而係一次巧妙嘅理念翻譯。MSXR 嘅 MR 超級跑車，即係中置引擎嘅跑車
Integra 同埋 Civic 嘅 FF 大眾車，表面上佢哋嘅出身係完全唔同，但康達喺佢哋身上應用咗同 NSX-R 完全一樣嘅開發手法同埋哲學法則，搭載專用高性能引擎，徹底強化車身剛性、賽道化嘅硬懸掛，盡可能嘅輕量化。呢四點就係 Type R 嘅特徵。就算驅動方式同埋價錢唔同，但康達都成功創造出一個明確嘅 Type R 風格，一種貫徹始終嘅感覺，一種有血有肉嘅家族感。即係 Type R 好似個家族咁樣，佢哋有相同嘅基因。咁康達就證明咗輕量、高轉、高剛性呢條方程式係可以跨越驅動方式嘅限制，創造出普世通行嘅駕駛樂趣。今次同我一齊嚟頭文字 D event 嘅 Elton， 佢中意 JDM 之外，仲有提供成田同埋東京一帶嘅租車服務。除咗有常見嘅家庭車，亦都有 Fairlady Jet， 而家仲準備緊 Toyota 86。而 Elton 亦都喺日本包車公司度工作，會親自揸車。有興趣喺日本自駕遊或者包車遊嘅觀眾，歡迎聯絡。留言嗰陣時就講低日期同埋車款或者人數。NSX-R 即係 NA1、Integra Type R、DC2 同埋 Civic Type R EK9，由呢個創新期三部曲所確立嘅精神，就好似一顆永遠不會動搖嘅北極星，到今日依然繼續閃耀。呢一份精神就係對賽道最快嘅執着，對駕駛者忠實嘅 feedback，同埋追求極致而絕不妥協嘅姿態。喺 Type R 嘅開發團隊入邊，到而家流傳住一個被形容為拆走個 limiter 嘅獨特文化。因為最快呢一個明確而且絕對嘅目標，會驅使工程師們去打破所有固有嘅概念。呢一種精神唔單止停留喺車嘅性能層面，更加會成為車主身份認同嘅一部分。就好似有啲車主咁樣講，Type R 唔係單純代步嘅工具，而係一個可以令駕駛者作為一個人而成嘅好拍檔，喺機器同埋人之間建立咗一個好深厚嘅連結。哲學可以不變，但實現哲學嘅技術會隨住時代去進化。呢一個變遷亦都係 Type R 為咗每一個時代都繼續保持激辣而作出嘅適應史。喺2000年代初，第二代 Integra Type R 即係 DC5 同埋第二代打後嘅 Civic Type R EP3。FD2 所搭載嘅 2.0 公升直4 K20A 引擎，採用咗 iVTEC 技術，即係喺掌管高轉爆發力嘅 VTEC 之上，再結合可以連續改變進氣活反正時嘅 VTC， 咁樣做就可以喺維持 Type R 傳統高轉爆發力嘅同時，喺更廣闊嘅轉速範圍內產生強勁嘅扭力。跟住就進入咗 Turbo 嘅時代。2015年登場嘅第四代 Civic Type R FK2。採用咗 2.0 公升直噴 Turbo 引擎 K20C， 呢一個係為咗回應時代要求而作出一個重大嘅轉捩點。渦輪增壓呢個技術，即係 Turbo 呢個技術，曾經被認為同 Type R 嘅思想背道而馳，但康達嘅工程師為咗引入呢一項技術，花盡心血將渦輪遲滯、抑制去到極限，成功做到好似自然吸氣引擎一樣咁敏銳嘅反應。最新型號上面搭載嘅先進技術，例如喺降檔嗰陣時會自動保有配合引擎轉速嘅技術，其實同 Type R 嘅哲學並冇矛盾，反而將 Heel and Toe 呢啲高難度操作交俾系統處理，駕駛者就可以更加專心喺剎車同埋轉向之上。呢一個可以話係為咗追求速度呢一個品牌嘅初衷而作出一個好合理嘅進化。另外喺2002年，康達再次開發咗 NSX-R NA2。並且再次由上原範親自去到帶隊，喺呢一次開發嘅重點就放喺大幅度提升空氣動力性能，成功喺量產車身上做到極之罕見嘅車頭車尾負升力，即係 downforce。根據上原所講，我最後搞嘅就係空氣動力學，我哋將前後嘅升力變成負數，同時亦都改善咗抗側傾嘅能力。由此可見，就算距離第一代 NSX-R 已經過咗10年。要將佢嘅潛力發揮去到極限嘅挑戰，仍然冇停止到。總括而言 ，Type R 並唔係一個單純嘅高性能徽章，佢係由康達賽車活動嘅靈魂之中誕生，至今仍然承傳不息嘅一種獨特而且永恆不變嘅工程哲學。由 NSX-R 嗰種精準嘅中置引擎純粹性，去到今日喺紐柏寧不斷刷新圈速嘅前驅turbo巨獸，佢嘅使命始終如一。就係要提供諗得到嘅最刺激、最具一體感，亦都係最激辣嘅駕駛體驗。呢個思想正正就係康達所提倡嘅 The Power of Dreams 嘅終極體現。
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對 Type R 嘅形象有冇改變到呢？咁大家知道 Type R 嘅誕生係源自 NSX 呢一部純粹嘅跑車，咁之後將呢個技術套用去到 Honda 嘅名車 Integra 同埋 Civic，咁至到今日 Type R 仍然都係活着，不斷咁樣去創新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揸過 Type R 呢款車呢？如果冇揸過嘅話，試坐下 Type R 都係一個好嘅體驗嚟嘅。我之前就去咗頭文字 D 30週年紀念嘅 event 啦，喺富士 Speedway 嗰度舉辦嘅，都拍咗2段影片。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不妨睇一睇。同埋我都提及過，我介紹過 Civic 同埋86呢兩部車都有影片，大家不妨去睇一睇。呢個 channel 除咗講高達，除咗講 EVA，除咗講動漫之外，JDM 都係一個好嘅題材。咁尤其是頭文字 D 裏邊出現咗好多唔同 JDM 一啲好經典嘅名車。咁對於呢個 channel 嚟講都唔算係離題嘅。咁 JDM 咁經典，冇理由唔講啊。點樣我都會去揾理由去講更多 JDM， 為大家介紹日本車呢個咁精彩嘅文化。影片就嚟到呢度，希望你俾個 like 支持我，訂閱個 channel。如果覺得好聽或者有得着嘅話，不妨課金支持下我，PayMe 或者轉數快10蚊20蚊，對於我嚟講都係個鼓勵嚟嘅。多謝大家收睇，下一集再見，拜拜。